我回来池上做了2件事，我带我的小孩子回来这边整地开田，然后呢种下了第一个种子在这边。在用药的部分，我们可能会就没有去用药它，可能在它对抗病虫害，造成上说它会有很大的损失的部分，但这个同时它能够有跟这个环境能够共同生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，这就好像是说对待这2个小孩，照顾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。那对于未来的话，如果没有我在陪伴他们身旁的时候，他们能不能够自己的站起来去面对这个挑战？台湾黄豆消失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国际的这种农业贸易的关系，价格的打压。但是就是偶然在找寻黄豆的时候，有小农给我一个古老的台湾品种，就我发现那个做起来的豆腐吃起来会甜，那我忘不了那个味道，所以我想说，抛砖引玉，就是用自己身体力行来种黄豆做豆腐，让台湾黄豆的美味被大家接受跟知道。养着条从前，春分过去，强凉多，风梅爱哭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泪风思念。西瓜清甜，风里风，太初本叶，苦渐渐。酒处处甜归烟，年年人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池上的好山好水，孕育出当到纯情优质的米还有作物。到底啊，特别蛮大的就是现今用的好风景，上到的当到人来到了特别实现梦想，两边咪变做是实现梦想的基地。行业慢啊，记忆就会热闹，体验太第4年风味的美食，然后就带着民族跳下来去体验池上翻族当国的旅行，来哩。池上乡有僻僻无嘅山脉景观，老新埔里海涌水平洋，水质清丽，内容有丰富嘅有机质、矿物质，培育出当道嘅不产哦。这个米非常嘅有名，故所有米故乡嘅好名声。热天嘅池上生态丰富，当乡人嘅景致。吃吃菜菜满行嘅铺条，上来当道嘅人客，出台做在看湖光山色。来到这位天朝爱食池上片档，行客是当道人习惯度轻中意嘅平民美食。条干娘你好，哎，你好啊，明珠你来玩啦？嘿呀，来到池上了特别，一定要来吃一只池上饭包哦。哎，该系话的啊。嘿呀，嘿。头摆老虎茶嘅年代，喺花莲台东之间，一转就要8点钟，喺池上拄好啲花东东昂。係吃困食飯嘅素菜，池上片檔對當地人來講，唔單止係茶檔式嘅餐點，還加係有台東特色嘅電路、老式嘅紀念品。兩下出題彼此用同款嘅樹下貝來種，還加家庭嘅當地菜色咯。哇！你做請用吧。來，叫下坐，叫下坐。好。呀，就係清有名嘅池上片檔吼。佢是甲人講嘅呢。哎呀，這包裝係已經幾久的時間了？呀，這樣子的包裝嘞，是對你頭擺開始買㗎，就會用安樣係啊。哇，一個料當豐富誒。又是紅菜。仲有個三層肉、鹹豬肉嘛，對不對？你客家人嚟。客家人嘅鹹豬肉，跟一個咧。梗係甜不辣。甜不辣。梗係燒肉做嘅。哇，真嘅當澎湃誒！
是都按照米酒就想要炒复茶诶，又强哦，有啊，复茶当个是同安用一个吃松饭包啊，正经迄个样是青苔香酥，迄个一点开时，开时的先爱就做摆一只香，摆一只香咯，像因日本时了解下，就该咸讲偏冻啊样面，啊复茶咧改下咸焖做得快，出焖做得快。然后呢，去演变到去弄成密闭式，我就用款出咱们用送去卖嘿。生意咧突然数，所以我就自己家做，我就是小插头的些子一再样去卖，改下较辛苦，嘿，改下较辛苦。阿婆讲，头摆嘅饭包诶係用竹葉嘅來包，菜色雖然簡單，不過啲大家成塊都當苦嘅年代地度，一份小碌碌嘅餐點就做得比啲長家庭當到幸福。唔但將帶動嘅當地嘅經濟發展，咩傳統嘅觀光產業。快橋嘅鐵路片檔係變做美食好料嘅記號。都市是報告後，你要行向較高嘅泡沫療氣。幾道邊有無浪無邊無盡嘅美景，還加有關無突後面嘅故哦。Hello， 小羅哥。哎，明珠，歡迎你來。那你在那邊熬牛一批呀？这稍微拨一下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不会的。是会有虫还是蛇吗？没，它也不会怕你。真的吗？小心，对，拨开就可以了。为什么现在会那么难走？是因为已经伤到懂狗尾耶。对啊，它已经抽穗了，对啊，现在接近熟成了。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紫松蜜耶。对，然后而且我们这边就是比较特别一点，因为在半山腰嘛。半山腰你可以欣赏我们的中央山脉的美景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海岸山脉。哇，刚好跟它有保比对。对啊，那因为我们这边是很难得嘛，那我们就是把我们以山上的泉水，然后周边的环境呢，我们保持它原有的样貌，然后留下一些生物的栖息地呢，然后用自然农法的方式然后不撒农药，不破坏我们这边的生态，然后把这个保留住呢，那它这样子就说我们只拿我们要了，这样共生共存了。真的，对，用这样的方法。做啲無農藥、流化學皮嘅年代，農民用堆皮來增加奶肉嘅有機質，來維持生生不息嘅循環。自然農法嘅田地維持嘅生態平衡，流通植物共存共生。唔過相對嘅，耕種人天操愛用行較多嘅心力和時間來防止病蟲害，也嘅辛苦係冇辦法講嘅。其實啊，要做這種友善耕作，是雖然講越來越多人開始響應，可是啊，記得它必須像你講，從吃完我們才能吃，對，但是相對的收成量就冇辦法按勾位，而且要付出很較多嘅努力這樣。沒錯，其實這是每一個世代它都有不同的背景條件呐。其實像我以前小時候，我們在這塊地成長的時候，那時候家裡人都是務農啊，那我們小孩子小小的都是阿婆在帶，或是說對啊，然後媽媽跟爸爸他們都要出去工作。那麼工作的時候，我們在家裡。阿婆準備一些點心啊，點心一些這些東西，粿啊、飯啊這些東西，然後到田裡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們才有機會看到自己的爸爸媽媽，跟他們一起吃東西，一起玩。對啊，所以說那時候就是因為這樣才有辦法去生活嘛，因為也是要上一代的努力哈。那時候耕作，你說去做這樣的動作，它是為了要照顧下一代，那時候是為了糊口飯吃。那我們這個世代，我們要做些什麼，能夠讓我們對我們的上一代有交代，那對我們的下一代也能夠有一個傳承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目的。我們也希望說看到有好的東西能夠讓大家看見。我們透過譬如說食物也好，來我們玩也好，或者說來購買我們的商品也好，那這個過程當中，它就會一個很良善的一個循環。然後我們這個，我覺得至少能夠用這樣的方式去改變一些現狀。啲大家見追求精緻化生活嘅世界，犧牲嘅就係自然界嘅萬生萬物。難要做出本人破壞強強嘅基本業，安用嘅保護留人生命相連嘅野地土地，就係新生態應該要好好上嘅課題咧。兩位除咗種嘅香米，還有體現有高發強素、高抗氧化嘅烏米品種哦。好，可以叫爸爸。Hello，大哥，这你小孩哦，你是哥哥。
啊，这是啊，你是妹妹吗？哦，妹妹，抱抱好不好？这是你太太。哦，对我太太，这是我太太逸贤。哦，逸贤 ，Hello。哎，妹妹，这是爸爸送你的，今早上从那个村里摘的。你送他不行啊，他不太喜欢。你送给他的吧，都是送这种的吗？小罗係天亚豆米嘅太嘅慈松人，亞豆米嘅主題係新嘅世界嘅遊樂場，玩家出家嘅田順都有熟悉嘅記憶老腳跡。為了兩個新人嘅成長，6年前老母娘逸賢同積極嘅對生活轉向，除咗老阿爸豐裕嘅工作，全做自然農法以外，還較希望新人呢做得親身了解家鄉嘅好老醬。哇，逸贤，要看到你準備按多用的食材，等一下我們要做的黑馬該料理嘞。我們待會就會用我家自己種的米，然後做成一個創意的壽司。蘇喜哦。對。哎，而且看到要有五糯米哈，還有這是白米的部分嗎？我們其實都是用白米，然後跟糙米和黑米混合起來。哦。所以它這個其實營養豐富，然後又方便烹煮。真給呢，而且在這種地方就像野餐一樣。對。稍微把它 DIY 一下。對對對，好啊。剛才的甜粥嘍。那我們先來試一個最簡單的，就是我們的豆皮壽司。豆皮壽司。其實我們就是把飯啊煮好以後放成這樣子一個方形的形狀，這是就是你的豆皮裡面。而且壓嘅鋪粉係有用五糯米老泡米嘅鋪粉，對不對？對，稍微壓一下，它就會變成像小船的形狀。像我自己的小孩看到這個，他就會說是船呢，我要吃。哇，有的貴族筍啊，然後這個紅寶石啊，兩個全部都會用菜體嘅食材耶。對，做我們的料理的時候，我們堅持的一個想法就是，我們想要減少碳足跡，所以都是在自己家附近的東西，像這個貴族筍，就是從我老公小時候，他們家一直每年都會長出來的貴族筍，所以說，一直沿用到現在。那像洛神也是一樣，你要吃是不是？哎，洛神，所以小朋友都可以吃的。對，就是這個東西自己做給自己家小孩子吃，都覺得很安心。然後他們因為很好。小孩子最知道好吃的是什麼？我們這裡面包的是健康米。你要吃什麼？豆皮啊。豆皮的。對。懂事食材才給料很扎實。而且能歸這個芋頭真的好好吃哦。走後一起。你喜歡吃這個是不是？小孩最知道好吃的是什麼，所以只要在做的時候，他們就一直跑來想要吃。像我娘會做法啦，就會對你的土地很友善嘅。所以我們也是用這樣子的一個心態來種米，像我們種自己的田的時候，使用自然農法。那就沒有放化肥、農藥這些的東西。像我自己的小孩子要踏去田裡面去幫忙農作的時候，我就會非常安心。像現在我們自己的小孩子啊，如果說有其他的小朋友來我的田的時候，很多小朋友會不敢下田。我們的小朋友他就會拉着其他小朋友說：“來，我帶你去田裡面。”就帶着進去的時候，小孩子就會一起感受土地的力量。用空間為主，米色做中心，因此的希望做得特別出輕特別嘅米色。用洛神、紫番薯、菜脯、泡菜、烏肉也得菜體食材，包出酸甘鹹甜無共有米絲嘅蘇式，唔但將合適各種年齡層，其當道種食嘅樣貌確實本人同樣喜，唔但將上到嘅眼嘅滿足，還加本眼上嘅食飯嘅最酷哦。哇，做得都去家嘅田順風啊，安用野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。對。那你們平常帶小朋友來這邊的時候，會不會也順便帶一個野餐墊，跟他們一起吃東西？如果是會啊，就是簡單的啦。對啊，要是沒有那麼熱的話。對。好啊，剛才就來品嘗看到嘍。像這樣子的擺設的方式啊，涵蓋你有把它調色，簡單的五糯米啊、泡菜，這樣把它擺盤出來，整體呈現就讓人感覺懂輕鬆又很享飲色案呢。好啊，我想跟你們做。那你要不要做這？跟我一起做好不好？你想吃哪一個？
我喜欢吃豆皮的。颜色两个有污哎，所以这个是妈妈特制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芋头的。今天早上特别里面包的这个米是什么米？我们这里面包的是健康米。健康米，对。你要吃什么？豆皮啊。豆皮的。对。好，你要小心哦。好，来了吃这颗呢哦。大家饿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吃。好。没有嘞。来，我们来吃。这种色色菜菜的料很扎实，而且弄煨这个芋头真的好好吃哦。对，这是精心有秘制配方在里面。然后一般是都有这种苏西米某空哟，我觉得它这个米饭感觉比较大颗饱满一点。对，因为我这个名字叫做池上袜便当，所以我要有池上便当的感觉，但是又要可以握起来，所以不像一般在做寿司的时候呢，把它压得很紧实，我是让它有点呼吸的空间，所以你吃的时候就觉得会散开，跟一般外面吃的那个寿司不太一样，是在于它的那个米的口感，但是其实这个会比较接近我们平常吃饭的那种感觉，它像都会吃饭的，而且料好多，你看我一直吃一直掉。小朋友很爱吃哎，你刚才就很喜欢吃这个好吃吗？年轻人啊，黑嫂，你回到这边之后，也是让大家看到新的风貌，对，可以这样子做，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当初我种这个米会选择哈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小孩子，我想说要给他们吃什么，所以我就从我自己的小孩子开始，从他们4个月会吃辅食品的时候，开始喂他们吃米啊，然后到后来吃干饭、吃稀饭，这个过程中，所有的糙米跟我自己种的黑米都在我的料理里面。所以他们现在就很喜欢吃这种，就不会去排斥它。无米老娘娘嘅客家風味，鹹菜乾、鹹肉、素食，唔會太綿嘅米飯，落啲鹹香嘅配料，實地在行一炒一茶飯，兩嘅甜嘅紫番薯同烏米結合，落鹽蛋、黏鹽一條條，還有豆腐皮，搭配兩嘅酸嘅綠色。基本呢嘅素食太層，大後都有驚喜，很澎湃，本人都難填標題。而且人家德圳都这池上，你算是小罗哥的家乡来，是，而且你还重新学习当年轻农夫哎，为什么想要做农呢？对，那其实做农的话，我觉得因为池上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是台湾很好的稻米的产区嘛，那因为我们家乡很早以前就在这个土地开垦。这些一寸土地都是祖先开垦起来的。那时候因为我爸爸年事高了，刚好有这个机会，我想说那何不我来做呢？所以那时候跟爸爸也沟通了一下，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带着我去看，然后带着一只狗，然后还镰刀，那他养一只狗嘛，然后这样走在他背后，跟着他脚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好像又回到那种小时候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都会追着爸爸妈妈跑，那个背影永远是最熟悉的。那是因为看到这个幕，我就说，好像该回来了这样子。不但是小罗哥做大决定，可是要夫唱妇随耶，一些也要按人田认证了。可是你那时候不会有挣扎吗？其实当一个妈妈就会决定说，在什么样的环境小孩生长最好。这个环境就让小孩子生长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安心。然后我们自己又有这样子安心的那个米，我就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，我就非常非常开心了。那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，只要是家人能够健康快乐就好。啲田腳無嗰本嚟為木雜鐵，看到嘅係滿田嘅蛇呢，留天天嘅漂浮嘅福音草。安陽嘅歲月係進行過後成發嘅浪漫主角，咪係小羅清上嘅本4年嚟嘅成長環境。港中嘅路雖然辛苦，卻穩穩嘅實實在在去做，天朝做得做到自家嘅理念留初心。離開嘅無村嘅遙定嘅田莊，3個人朝當到嘅白浪態度，萬奶嘅3.66嘅香味，就係單純嘅豆腐芬芳。嗨，張太哥，安早。民主嗨，早安。你好，你好。今日我來新亞嘅豆腐。哦，冇問題啊。總之做屏東女僕客家人，人家喊佢豆腐哥，堅持又浪漫。做主食嘅行業當多年咧，而今年年4年，歷歷在啲各種料理老食材地度，啲人生嘅另外一個階段，因為鹽分到嘅順路方法做嘅豆腐米線。
无用复杂又调味道嘅煮食方式，跪下落成种皇体味，老做豆腐嘅人生。太公，你没有带来了看下给皇体味在哪里？怎么感觉都是杂草哎？那个下雨，这网州真的呢。这个时候是毛豆啊。哦，这个还是毛豆的时期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大哥，还小，那我上一次去给屏东给岛边看起来的种一个这个算绿金嘛，对不对？它都种那整片的，你这样看过去还有吗？没有，因为它们生长小刚发嫩芽的时候啊，被山羌吃过了。哦，被吃的嘞。被吃的嘞，所以它长比较慢。这你怎么知道底下有本给山羌吃过嘞？我看一下它有痕迹哦。来，那边有几个比较明显，我带你过去看。好啊，来去看看，在哪里？山羌吃过的痕迹在那边。哪里？这个。掀起豆腐的盖头来，对，让我看看你的豆腐脸。哇，真的好漂亮，董秋黑这样我也讲的皮肤哎。这边。呀，倒闭它刚发苗的时候长在中间嘛，那中间就被吃掉一次。呀，倒闭小小的口这里嘛，断掉的地方。对，吃完它又长侧芽，结果又被吃掉。所以第3次长出来的时候，才索性逃过一劫这样。对，所以说这边生态很丰富，当时种的时候也没想到。真的，对。可是种末后收成啊，都被这个大自然生物给它吃掉的话，用母攀板有熟成给种别用改善。就试试看啊。如果说收成不多但是它生命力如果很强，你看还是有那么多嘛。对，也许可以跟那个大自然共处。那这样子它的味道一定会更甜美。这就是你的做农哲学哦。对，应该是，就是大自然剩下的就是才是我们人吃的。在蓝天绿天上富皮音嘅甜度，向富个粒粒滚，讲得有关港中嘅气势。地基渐渐嘅木造地度，但沉沉嘅感受到佢嘅熱情、老理想。呢唔單止係一塊夢田，還卡係台灣黃體會嘅富港基地。地基點中嘅世界，未種下係對土地友善嘅承諾，還卡希望做得有越來越多嘅人向下落身來做。我送来一个南埔噶其中一个毛豆啊，其实是台湾的绿金。可是真景我等都有往台湾采收，其实没有什么台湾人在种对啊，那个3年前我开始做豆腐的时候，我在市面上是找不到台湾黄豆的，就觉得很奇怪。我们吃豆腐那么久，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黄豆？对，然后后来在寻找的过程里才发现，原来我们产量很少。那大概4年前产量才500吨而已。可是我们1年要进口240万吨的黄豆。以美国或加拿大来，他们是大面积耕种。嘿呀。然后有很多又是机改的，机改的它那个种植成本非常低，所以说我们台湾的黄豆价格上竞争不过，就没有人种了。弯改对不对？没有这么容易。而且胆枪宽，人家是大面积用机器都给它用种啊。你看你这边是，我看你都还要自己来除草，对不对？自己把那个我们农村人口少都要自己来。对呀。可是按用种出来的黄体味，就像你讲的，吃起来就是特别不一样的味道的。在这个找寻的过程里。我尝到台湾黄豆的味道，非常的甘甜。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来鼓励大家来种黄豆，那可以让大家能尝到台湾黄豆的美味。因为我们台湾精致农业的话，应该还是很有发展。照农粮数据讲，台湾当年整体黄体味大约有250万公吨，其中基因改错嘅黄体味就占了90%。意思对豆腐单纯米系嘅中医。
对前提开始，前身固定油产出、整体点做，到后来种出来香醇甘甜嘅台湾黄体味，呢其中嘅辛苦欢喜，且推起人想到嘅。哇，泰哥，呀，迄黄体味已经拿去蒸过诶，这蒸几久诶啊？差不多8小时啊。8点钟。嘿那你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怎么不一样比较小颗的黄豆，这个叫青皮豆。青皮豆。对，它也是黄豆。品种某 Q 用就错嘅。某 Q 用，嘿。这个青皮豆哈，主要是甜味。哦。对，它会带甜。然后这个是奶香味，奶香味比较重。对对，都是台湾的品种。对对。原来台湾的黄豆会上了暗涌哎，那种国外进口黄豆，它是比较大颗吗？会比这个还大颗。它太大。对。可是豆香没有这么浓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国外的品种多半是拿来榨油用的，做食品加工用的，所以它比较强调脂肪的含量。经过那个长途的运送，所以说鲜度已经没有保持住。那我们台湾自己的黄豆，因为供不应求，对，所以我们半年内一定都用光光了。真的。所以就是这个香甜味都在。对。老两种木姜用品种嘅台湾黄体味，经过高丽枣，分别导入木酱皮，天天嘅冒出上头呢，高用里面老豆腐头里贴，本头呢行较顺，行较滑。前面导入到铁锅嘅底度，天天嘅温度滚，我用鑊醃建立建膠，將做嘅本頭呢圓圓溫燒，香味四散。哇，太高！做过年过后还有变到很香哦。这还不够香。还不够香。对，我们要看的哦。做的。我们先来做一个除泡的动作。对，除完泡以后，它会更香。这个泡泡一定要倒给煮开吗？因为我这是手工啦。然后外面有人是用那个消泡剂。用消泡剂。有没有该养香啊？然后它就是让皂素不会起泡，那但是皂素还是会留在豆浆里。那如果我们喝了，有时候吃豆腐喝豆浆会胀气，就是皂素在里面。原来是这样哦。对对。好，这个皂素的泡泡已经捞完了，来，你看这个豆浆，闻闻看。哇，要是用台湾啊种出来黄体味炸出来条呢，真嘅係濃醇又濃香，還剛剛它，但是它的顏色，條那個色啊，就特別的濃哎。對，很濃哈。對，但是這個時候還沒有好哦。還蠻好。對，剛剛是假滾，是泡泡滾。為什麼騙我？哦，是泡泡滾，豆漿還沒滾。那我們現在的話，就是要讓在豆漿完全滾了，才有消毒的作用。其實一般很少人像我這樣明火煮啦，多半都是用那個鍋爐，有沒有蒸汽的？對。那種就必須放消泡劑，不然它會壓力過大會爆。對。了解，因為我們的量比較少，對不對？對，就是一來台灣黃豆也不多，所以我沒辦法做太多。那二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啦，這樣煮的豆漿會比蒸汽的香。但像係做調嫩嘅過程，就看得到豆腐哥對食材處理嘅用心。第一切追求高效率嘅年代，以電刀鍋來做，堅持用傳統嘅方法，冇加添人工嘅藥劑，是為了做得完整保留的黃體味嘅滋養和個香醇，和個希望我做得將食到甘露共用，得到純純嘅幸福和感通。好，泰哥，呀，差不多調嫩，它已經做好，現在是調嫩的狀態，對不對？對。它哋還有搞哪做嘛？該嘞？現在要那個，我們冷卻完了嘛，現在要點滷，就是點滷，對，跟點燈一樣嗎？對，但是我們是點滷水，鹽滷長這樣。泰國佢都帶嘛，搞人都鹽滷啊？簡單講就是曬完鹽剩下的海水。乾油我們就冇鹹咩？還是有一點點鹹啊。可以試試看嗎？好，一點點的，不能吃太多。很鹹是不是？好，不是它那個礦物質太多。好鹹哦。鹹的不會苦嗎？按用，苦苦的。而且也可以已經煮的鹽的，還有幾鹹會暗鹹哦。對啊。而且它給了我看到它下面還有一些鹽的結晶。對，它有一些鹽，對，因為人工曬啦，不像沒辦法把它完全的脫離。那另外還有一種是工廠它就是用電解的方式。
对对，那个就比较轻松。不是哦，按照讲起来，反正甜点的呢，就较有台湾跟人味啊，黏的米头。对，因为我做这个豆腐就是要强调小农种黄豆，然后也要支持我们传统的加工业。所以你做的很彻底。对，很彻底，一定要，对，那是一定要的。好，要加一点，我加几多的呢？我们这个做豆腐的话，大概要加到100cc。那挑面的量是几比几啊？80比1。这算机密吗？还是一般不是，不会，我都不怕人家看这个的。对对对，但是因为这个80比1可能是我自己的习惯，也许有人会不一样。但3年内冇听用的呢。不同的豆子也可能有一些差异。对，然后我们先让这个豆浆先搅拌它，让它流动。这样盐卤下去才会充分的混合。那不能一次全部倒因为盐卤它很敏感一点一点的，一些豆对，所以叫点卤啊。哇哦，压盐有点像是人家豆花稀的豆花。对，这个其实这个做完就是豆花了，你有闻到那个豆浆的香味跑出来。好，然后你看它也不会动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要是一直搅拌会。对，如果搅拌过头的话，会豆水分离，那个乳清会跑出来。所以刚才看你在搅的时候，其实很细致对对，要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对，那万一你让它豆水分离以后，就变成那个要准备柴油片跟葱花，柴鱼片跟葱花。除了黏米豆腐以外，豆腐糕还讲爱用姜黄粉调配少量的水、盐卤，做出姜黄豆腐。我才发现，对豆嫩变做豆腐，过程就像是让毛醋用的弄出来，变做酱酱的溶液的用的按神器。半乾的豆腐花放入到木的底度，乾淡豆腐筋摘上树木老转节，半到的水摘出来，坚持手工做出来的豆腐，料理时间12到5分钟，就做得本地入味了。好。太家呢，压豆腐已经炸好噻，大哥，我们现在可以打可乐款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已经压好了。而且等的时间其实一重就需要蛮长等待的时间的。对啊，大概20-30分钟。对啊。好漂亮哦！等一下看到这个形就很漂亮嘞。对啊，你看看。哇，还温温的耶。对呀，那我们把它翻过来。2、3。这其实数我懂流利嘞，打开一个巧劲。1、2、3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懂色色彩彩的米头，而且你看它这个真的压下去，你会弹都转来耶，它会弹回来这样子。你们就做得出来吗？现在做得是啊，不过盖头掀开来。掀起豆腐的盖头来，对，让我看看你的豆腐脸。对。哇，真的好漂亮哦！董秋黑，所谓1000分的小妹的讲的皮肤哎，好细致哦。好，明珠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新鲜热腾腾刚做好的豆腐，好不好？来吃这个呢。对呀，来我们豆腐的边边角角应该贴片红色吧？这是干丝啊，很少人会吃到台湾黄豆做的干丝哦。哇，你看，很清弹有没有？香香的运动比就团体的，很棒吧？那种又扎不又绵绵的感觉，真嘅我不能做懂感动诶！而且啊，佢嗰种懂色彩的调味香啊。真根本不能吃到给唇齿留香哎！对呀，这种味道只有台湾的豆腐才有办法。哇，一个豆腐那种对感觉啊！这个豆腐还有生命力耶，你吗？而且还有这种台湾的血脉在里面。对呀，纯台湾食材的豆腐。真根人来听到是真讲的台湾人呢。对呀。好嫩哦，里面更嫩，而且你看，有没有看到几洞就还没出水啊呢？萝卜酥酥脆脆的，底度呢是浓绵绵的，不会让你觉得扎口，就很滑顺。而且生涯跟爱吃肉粽啊，会有一种吃到古老的感觉。总后一期。
我要吃看。吃。真嘅很嫩哦，见到杯啊，不吃都像豆腐，可是都底部的口感就像豆腐法用哎，像豆花一样的口感，它里面特别嫩，很细致，都懂绵绵感的。虽然像豆花，可是它又不会烂掉，对，都会有一层薄垫呢。而且啊，那种豆腐香啊，但像迄豆味香甜甜哦，它会追你啊，会带一点那种咸味。对，微咸的，对，因为盐卤的关系，海水的关系。是调味，不用调味就当好吃哎。对，这可以直接就吃了，好好吃哦。使用黃體味、鹽滷、水3種簡單嘅原料，就做得做出有特別甘甜風味嘅豆腐。韓國將黃豆腐加嘅香味，食過後本人會甜味，本人當然甜變態。生下來嘅豆腐料理，愛當其他哦。好，泰哥，刚才你豆腐做好水了，你要教我来把它做料理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一个你要讲来做嘛个料理？既然你做了这个姜黄豆腐，那我们就来做一个不同的姜黄豆腐的料理。好，我们来做凉拌，因为现在夏天嘛，真的比较清爽这样子。对，凉拌的豆腐沙拉。泰哥，你会做豆腐又会做料理，你以前是做料理的吗？哦，以前有学过意大利菜跟泰国菜。真的哦。对。啊，你要看哪都会用的就冇用用哎。冇用吗？赞美客家话怎么讲？哦 no， 感谢你的哦 no。感谢你的哦 no。对，泰国跟你的那边客家语。我屏东内埔的。哇，你应该来讲客家话，懂不讲啊？我贵州的去台北，我唔知讲好。特别的口音呢，而且你感觉来到这边有混到一些原住民的口音哎。有，还混到英文吧。哇，今年有台北已經撈一圈呢，撈一圈。你會喺台北壓到台東，你已經環島了。对啊，希望最后会绕回內埔做豆腐。啊，以前做餐饮啊，对，那也喜欢做厨房，所以中式的或西式的香料都很了解。好，我们刚刚已经切一些丁嘛，哈，那只是让这个番茄汁渗进去以后，我们再丢这个罗勒进去，好，把它提味。要再个铺盖一层토마토吗？对，然后最后把所有的tomato都放上去。토마토都丢上去。米是酸甜嘅tomato係合成熱甜色嘅茶飯嘅食材。料出冷盤其實做法當簡單，只要把壓好香料搭配嘅比例，加將嘅色就當上顏色咧。接下來料出料理，主要嘅食材係用煉出來嘅豆腐頭來煮。豆腐哥講，呢是喺路邊人爭巧特色嘅美食咯。哇，泰哥，你那個係豆腐對不對？哎，豆腐。我爸爸都說以前都會拿那個豆腐去煨雞啊、煨豬哎，這樣。應該也有餵人過，營養價值應該很高吧？對，它其實有很多的那個卵磷脂都藏在裡面。咁呀，做的哪樣嘅做乜嘅料理咧？就是做豆渣餅啊。豆腐餅，咁呀，你會做，你來教我好不好？好啊，好。看到你拿一些香料，像切點菜吧，這個叫怪席。怪席，先不用誒豆腐。豆腐先不用好了哈，好，就先把它抓碎。哇，它的粘性还是很高哎。对，粘性还是很高。对啊，不好抓。这个是那个9层塔花。9层塔花。对。再过来切点菜。然后对我再做一些香料哈，都是我们自己本土的香料。因为以前有在南洋待过，学了一些他们的调味。泰国要乜雞啊？这个是鹽水子，就是香菜。鹽水鹽。佢幾波有蜜頭冇啊？有哦。真嘅嗎？哇哦！當年會搶臭香哎。它有没有點像那個花椒混着孜然的味道？有點薄荷。對，涼涼的。咁泰國幾時做乜去南洋啊？那邊有那個啊觀光飯店，在那邊管餐廳啊。真嘅哦。我讀觀光的。哇。對。真嘅呢。哇，一下變個全世界行透透，一下轉到一個鄉下來。而且這其實也不是你的故鄉。這裡對啊，台灣都算是故鄉。頭呢頭要較高，高樓豆腐頭向下較圓，用切面團嘅方式，留豆腐頭含個食材包向下，沾邊做圓球樣，個側邊落去煎。
糖讲也重饼嘅制作已經長久無年來咧。豆腐糕融入烤時，然後豆腐頭變做本人食嚟會有香氣。第幾陣做圓圓炒炒嘅時節，見本人嘅豆腐串未超好食了。哇，泰哥，你嘅豆腐大餐啊！你看，等下一看，嘅色的部分就东上颜色了耶。而且我看到你有抢菜，还有两种颜色的豆腐，还有这个我跟你学做的这个豆腐饼。好，泰公我先来试两个，刚刚吃的原味，这个有呀加呀豆油膏的哈。好。对，一点点的西螺的油膏。豆油嘅豆味香，就本下嘅黏蛋黏蜜嘅豆腐啊，吃起来感觉浓跟干的味道又很较纯的呀，更厚一点。对，而且它那豆腐嘅口感，真跟人家豆白吃的完全不一样哎。而且时间过那么久了，它还是一样嫩。而且人家它全部湿落最控度高后啊，就像人家吃原味的一样，真给我规只最控底度都唇齿留香。全部都特别香。跟人家人叫下做一个豆腐饼。我来吃吃看。no 杯酥酥脆脆嘅，底度呢係當綿咩咧？含加安尼啊哈搞誒，加了很多種的香料下去，故說啊，它在味覺上面會懂到層次嘅變化。而且按照鹹啊下去噶哈，你做的老師都嗰種豆腐啊，就是它一壓就碎掉的那種感覺。对，它不会让你觉得扎口。就很滑顺。而且生涯跟爱吃肉贡啊。会有一种吃到古老的感觉。你以前有听长辈讲过吗？有，真的哦。对，其实我之前在问他们怎么做豆渣饼的时候，都没有人会教，因为太久大家都忘了。对，他们选择忘记，因为那个年代太辛苦了。对，他说那是辛苦时候吃的，现在不需要吃了。对，所以我就自己摸索他的做法。好，下个来就是两个用下做一个。姜黄的豆腐，罗蛋这个狼盘哦，我来吃吃看哦。好。那个姜黄的豆腐啊，它会从底度薄的姜黄的那种香料的那种味道啊，懂想你呢。而且感觉这种小米啊，会穿到屁股头了，整个充满你的鼻腔跟口腔啊呢。对，真的。豆腐基本上会吸水。可以吸到给头马豆的水分，就变得会有点爆浆这样子。其实这道菜灵感来自于意大利菜。意大利菜有一个番茄起司沙拉，caprese。然后我只是把起司改成姜黄豆腐，然后把红酒醋改成我们这边刚好当季的腌脆梅。对，加一些梅醋跟脆梅进去。对，所以变成一个在地化的意大利沙拉。对。我發現今年12月，唔但淨係豆腐糕嘅料理聽聽，其中還蘊含嘅當到菜天農民嘅堅持，留心血嘅錢。好料嘅係所有好嘅食材始終共下，也曾當有誠意嘅片菜飯，還卡係一場人勞土地共合作用之下嘅成果。其實呢，你剛剛有稍微的講到過，你沒是做過傳統的廚師啊，沒做過生意，做嘛後來會先到亞島嘅慈松來做種黃豆、做豆腐嘞？本來其實以前從事餐飲，對餐飲就是對菜色啊，或者是餐飲文化是很有熱情的。可是當一旦你就是一直往主管上面爬到一個境界以後，你眼前只有數字，然後甚至這個數字，我覺得就它變成一個很公式化的東西，那後來勇敢的做出一個決定以後，就先放空自己，那我覺得老天總是會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開一條路給你走，就是很快，我就在回苗栗看看媽媽的這個機會裡面，就遇到我的豆腐師傅，那看到他在做豆腐，那時候想說，原來每天吃的豆腐啊，它是這麼單純，這麼單純的做法就可以
真正的展现这个黄豆的原味。那本来以为开个店嘛，然后就是我一定要用台湾黄豆啊，对不对？结果市面上没有台湾黄豆这回事情，对，就在寻访这个黄豆的过程里面，也认识很多小农，所以我后来觉得，除了种黄豆这件事情之外，我要怎么去结合我在这个一路上所遇到的这些小农啊，然后我就想到，就是一样开个豆腐店，但是这豆腐店它不只是豆腐。这个豆腐店它要去撑可能三甲地的豆农，帮他的豆子有销路以外，那还可以帮这个周围附近的小农找一个销售的平台，它是比较温馨的，像那有小店面，然后可能它的食材都在我的菜色里面，那我可以顺便推荐给客人。对，那这样子就会比网络上冷冰冰的那种感觉来得实在，来得温馨这样。看你有那种蹲得很低的时候，你有看到台湾最脚踏实地的人，你应该感受最深，对不对？对，到现在来，对，非常，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农村里那要说这样农村的那个劳动人口不足嘛，可是剩下的这些农夫，他们其实都是很认真的在耕耘这个土地，所以在被进口农产品取代的部分，我觉得我们要一定这个时候要把它抓回来，把它复兴回来，心情去照顾的农作物，然后它慢慢的累积它的能量，它的美味，最后就会感动我们的舌头。呢度想要做好豆腐，进一步前天自家来种黄豆的，大家看起来点点又唔实际嘅雏形，实系也嘅一天地度，爱读到千浪漫嘅梦想。你按多年来因为食安嘅问题，对样样嘅前瞻是不纯粹嘅意思，将悄悄地发展起来。验证头摆对土地得到正能量，种出好嘅作物，变做饭作当嘅偏菜饭。加上豆腐果嘅雏形，已經唔單單係夢想天天，係俾本大家想叫下來做老感同嘅真實故事。民以食為天，食體現嘅菜地嘅日常生活，經過味覺來表現出菜地嘅風土還有色彩，轉變做飯作香煙嘅過程老故事。小羅兩公婆轉到家鄉來當經，也嘅創意還有堅持。俺家張太哥為了這個手工豆腐，親身來種黃豆嘅也嘅心意。呢道食材其實都當簡單，唔過食到最多嘅好味是，黏全部都係也嘅心意還有誠意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種好味是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日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桂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18年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